南永康昨暝8点外发生着恐怖的车祸，一台轿车下弄着一台机车，气势喷出去，但是驾驶无打档啊，这个车是继续驶，结果是甲气势搞过去。这个气势卡伫个底盘，加载意识清楚，但是身躯有骨来的所在来骨折。驾驶讲，因为第一时间真紧张，弹掉去，甲油门当作是档啊路。 暗时8点外，民众赛车看到这幕，真正拢惊一跳。一只白色的轿车向前开，弄着共向的机车，机车倒落，气势喷出去向前出。想袂到，只是驾驶无打档啊，竟然继续向前，直接到过才停落来，气势互卡伫咧车卡，救护人员接到通报了后，到场抢救。 真无简单，总算成功把人为车底救出来，送医抢救，气势人阁真清楚，身躯有真侪骨折。好，大家瞧，变就安尼好啦。迄位少年咧徛拢也无咧扎哦。较紧啦吼，车速较紧。嘿啦。惊人的车祸发生伫咧台南永康高速二街，昨暗时8点外，一只轿车准备正越自强路的时，敢若无注意到后壁的车，甲共向的机车弄着，气势向前喷出去，轿车甲人搞过。气势当时的状况是真危急，过路的民众看到是惊甲害气，嘛表示这个路段的车速拢真紧，是真危险。影片中自小客车转弯未让直行车，以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48条6款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款。根据了解，驾驶讲当时伤紧张，弹着，才会弄着了后无打档啊，敢是因为防炸条无注意到，该等警方进一步查清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